我没有封锁任何人，好不好？这是新族人，本人挺你加油，谢谢啦哈，谢谢钟大哥。哎呀，我没有封锁人呢，你们误会了吧，各位。刷名就别去理他，谢谢啦哈。那个志伟哥，谢谢你哈，谢谢志伟哥。好，志伟哥，谢谢你哈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张坤冷厉害，哎呀，早上好哈。哦，我就说过了，从头到尾，哦，粉丝团没有封锁任何人，好不好？是不是误会了，各位？哦，粉丝团没有封锁任何人，好不好？从头到尾没有封锁任何人，好不好？各位。酸民就只跳过就对了，谢谢啦，哦，郑林啦，谢谢你啦，哎呀，我从头到尾没有封锁任何人，好不好？来，正大早安，没有嘞，没有下雨嘞，德忠哥，谢谢你啦，哈，谢谢。没有错，过去就过去了，重新开始，没有错。哦，我希望2021年啊，大家都身体健康，顺如意，哦，平平安安，大家都赚钱，好不好？这是我心中想对你们讲的话。哦，2021年，我希望每个大哥大姐、帅哥美女，每个人身体都很健康哦，每天都赚钱哦，你们赚钱我也赚钱，哎呀，谢谢了哦。德忠哥，谢谢啦，哦，无去用把小弟啊粉丝团追踪一下吼，感谢啦，哎呀，你也要好好赚钱啦。志伟哥，谢谢你啦，哎呀，好了，各位，我要忙了，好不好？各位朋友，粉丝团帮我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。我要去忙我的事情了哦，直播关掉哦，有空会再开直播跟大家打个招呼聊聊天哦。来，伟明哥早上好哈，林伟明大哥你好，我挺你，谢谢志伟哥啊，哎呀，感谢你哦，郑林谢谢嘞，哎呀，感谢哦，感谢好不好？哦来早上好，我要先忙了啦哦，有空会开直播上来了哈，谢谢大家了哈。这样就对了，保持下去支持你，谢谢啦哈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哥哦，谢谢，好了，我还有事情，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忙，我先忙了，啊，有空我会多开直播跟大家互动聊天，好不好？我要先来做我家己的代志啊，好不？我的事情很多，我要去忙我自己的工作了，好，来各位拜拜，好。